今日仲有人唔知道人生最奢侈嘅係今日醒嚟，你同你嘅愛人仲在，見到大埔嘅5級大火，再一次提醒我哋人生無常，真係唔會有預告。你永遠唔知今日一句拜拜會唔會係永別，今日嘅一抹笑容會唔會係最後嘅溫柔。所以就在今天，我選擇活出靈氣5階，我不擔憂，因為未來不再掌控，但此刻我在呼吸，我不動怒，因為每個人都正在經歷你看不到的風暴。心懷感恩，感恩我仲活着，感恩我愛嘅人，愛我嘅人仲在，待人親切，因為一句溫柔，可能就係某人活下去嘅精進課業。用靈氣，用愛，用覺知活好每一刻。今晚我會進行遠程嘅靈氣，為所有幸存者送療癒光，亦都為離世嘅靈魂輕聲咁樣去祝福。願你冇痛，願你安息，願你歸返光之餘。我是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祝福大家，我愛大家，關注我，越來越幸福。